就是很开心啊，在今年的时候，就是前面有入围，竹北乐团有入围过金曲奖，入围2次，都被苏打绿打败。我还不计前嫌呢。你知道是苏打绿最近出新专辑吗？有。我还去帮他们呢，配和声啊，然后帮他们拍 MV， 虽然不是很明显呐。要爱你的仇敌。上帝会给你最大的祝福。然后去年发了这张专辑。很感谢很多老师啊、评审，喜欢，因为真的母语很久没有人出了，现在唱国语都赔钱了，现在歌手啊都要靠表演来赚钱啊，都要靠代言广告、代言活动啊，专辑已经对变成是明信片了，一片就是既好玩的，给大家下来听，可是我这张母语专辑虽然听不懂，还是很感谢很多老师，也很感谢很多朋友的支持，这样才在今年得金曲奖了。哇，家里2座了，差金钟奖。最近还有最近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呢，很特别。然后我家里不是有2座吗？应该也算是我们部落唯一的2座啊，金马跟金曲。然后前天被借走了，因为今天那个记者会，柯德那个你知道有一个新人叫柯震东吗？他不是也有入围金马奖？然后最近不是发专辑吗？我的奖杯借他呢，然后他记者会，好奇怪，要爱你的仇敌。当然也出了这张专辑就哇，去年发这张专辑就一直出国这样，一直出国，刚好有这几年都有机会去日本表演。我想说，我不是只有在写母语歌，其实在图腾时期就写过很多中文的作品。然后那时候刚好去日本冲绳，哇，我很开心啊！就是那边住着一个很特别的人啊。冲绳很像日本的原住民，那边的人有一种气氛，就很爱唱歌，也很开放的，就是在那个岛冲绳岛里面，就是所以冲绳岛相对日本人来讲，很像日本的原住民一样。然后有一个歌手在那边，就是那个感觉好像就是台湾的张惠妹啊，日本的冲绳有一个叫安室奈美惠。那时候我就很不客气了，反正都已经要到冲绳表演了，我就想说我要写歌给安室奈美惠，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然后就直接就是请了一个日本作家叫青木由香，然后帮我写歌词，真的是设计好的，因为安室奈美惠她很厉害，她是那种唱跳歌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要唱歌要跳舞的。早期台湾还没有了，我觉得台湾很多唱跳歌手都在学安室奈美惠。我觉得啦，我就特别为他写这样，听听看我的不一样的作品哦。这是一首日文歌，但我忘记给他取名字了，所以暂时叫这首歌叫《安室奈美惠》。听一下会不会很悲情，好不好？悲情。悲情。现场有日本人。塞到场，你还坐在最前面。如果你听不懂，就当做有原住民口音的日文歌啊。
赞美他，为你靠近那只魔力，我们那看背后，担心没有够，什么都拿起上，我们是有名。